观众朋友，风台环苏各家地杂草接线架起来，也拄则气象署发布上新的消息，佮有一粒风台科罗莎已经形成。即卖来海面有3粒风台，不过预估讲因未入来到咱台湾。也即个科罗莎呢，未来会对日本东南边的海面来刷叮当，离咱台湾近远，对咱的天气未有直接的影响。也环苏各甲地杂草即2粒风台呢，今日下暗到拜六会上届接近咱台湾，四个全台湾拢会落大水雨，也爱到后礼拜3雨才会较歇。台风地壳台风目前的位置在这里哦，那它未来持续向西的方向移动，预估在25号早上8点的时候会来到台湾的东北侧这个地方的近海。另外，在竹节草台风的部分的话，它是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动，预估它也可能在25号通过吕宋岛北边的陆地或近海的时候，持续向东北移动的过程，强度也会持续的减弱。第7和第8号风台环苏哥含着杂草小连续形成，另外气象署嘛指出，原本伫关岛附近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，嘛已经成做第9号风台科罗莎。这3粒风台当中，环苏哥离台湾较近，外围环流伫拜4到礼拜拢会电速北部含中南部的雨水较高。我们预估在今天的晚上到26号清晨这段时间，因为受到范斯高台风，或者是它到时候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之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可能在西半部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。此外，在北部地区可能要注意会有短延时豪雨的情形。气象署嘛提醒讲，到礼拜进前，中部以北沿海空旷所在和恒春半岛外岛开拓强阵风。另外，因为今麦拄当天文大楼，气象署指出，花莲、台东和高雄、屏东要特别注意海水冻结。南部地区还是要注意下雨比较明显的情况，满潮的时间点都要注意这种沿海地区积淹水的情形。气象署表示，环苏哥和地杂草2粒风台拢未入来台湾，主要是外围云系会带来雨水，但是发布风台警报的几率无悬。另外，气象署嘛提醒讲，若是要去琉球和菲律宾的民众，都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丁阿轩、卢松、卢夏桂林台北报道。